很累啊。既要真理更很刺激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一直在默想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主前539年，就是大概2000多年前的一段故事。那个时候，被掳的犹太人，他们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，要来重建圣殿。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掳70年了，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也就不想再回去了，就在那边落地生根。那在那个是一个波斯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，在前情提要的部分就讲的是，因为有一个末底改，这个犹太人他得罪了波斯的宰相叫哈曼，以至于哈曼就想修理末底改。那知道他是犹太人，他就想把犹太人把他全部杀掉。那整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，就是一出宫廷剧了。那我们有看宫廷剧啊，其实就是一样啊。我们从先第4章第1节，他就说，末底改已经知道一切的所作，知道哈曼要将全部的犹太人杀掉的计划之后，他非常的难过，他就把衣服撕裂，披了麻布衫，然后撒灰。这个是以前的人就是碰到很痛大的事情的一个方式啊。他到城内去大声的哭喊，让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很多的犹太人也跟着一样倒在地上在哭泣。在犹太人在以前的话，这个除了哀伤之外，一个就是忏悔。我不晓得末底改他这时候有没有忏悔，说他如果不要去得罪哈曼，可能就不会发生了这个事情。这个时候末底改忽然想到，只有目前在王宫里面当王后的以斯帖，他如果去恳求王，可能有办法拯救整个犹大的百姓。但是以斯帖，我们从以斯帖对末底改的期待，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，记载在11节，我来读。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定例，若未奉召见，擅入内院召见王的话，无论男女，必被处死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不得存活。但我没有被召进去见王，已经有30天。这段话看出以斯帖他的内心其实有很多的力量在拉扯。以斯帖从小被末底改来抚养，是养女，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人。末底改讲什么，他都信服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有30天没有被皇上召见，这代表他什么？很多的想象很多的想象，他可能得宠了也就是说，可能末底改判断错误，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另外一个，其实他非常的害怕。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子，她要面对这么复杂的王宫，谈何容易？而且王的吩咐的命令，一般没有人敢违背。在以前，你只要违背，就带来杀身之祸。如今出现在以斯帖面前是一个很大又复杂的一个问题。以斯帖的惊慌害怕是合乎常理的。今天在我们信仰的里程，也可能我们不会碰到像以斯帖这么大的一个事件。现在没有了可能在50年前、60年前、70年前，可能会有这样的事件。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常常有很多魔鬼来的攻击，不管是对我们肉体上面的，对我们心灵上面的。尤其在台湾，基督徒是少数，在世俗化社会的底下，我们的价值观常常会影响到我们，社会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信仰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面对的不是上面的冲突，我们在工作、在家庭、在信仰这样几个力量彼此的拉扯，我们的信心难免会受到影响。当我们如同以斯帖一样，那么多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当末底改知道他的养女以斯帖竟然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，他说了一段在以斯帖记里面最重要的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拿那个周报，我们看一下第13节到第14节，请。莫想在王宫里强迫一切犹大人得领这货。此时你若开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你处得解脱，怎
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我想，甚至不是基督徒都听过这句话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我们从末底改的说话的口气，我们可以知道末底改真的非常的失望。他说话说得很重。末底改提醒以斯帖，如果犹太人真的被杀了，你不要以为你躲在王宫里面会比其他人安全。末底改话讲得非常的直，但是他要让以斯帖明白一件事情，事情真的非常的严重。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不去见王，他一样会死。最后，末底改跟他说：“你不要以为今天有王后的名分是凭着自己的力量，要当作是上帝特别的安排，为的是要在这个时间点来拯救犹太人。该讲话、该行动的时候，一定要行动。”末底改最后也有点半恐吓，跟他说，跟以斯帖说：“你如果不行动，你不讲。”上帝一定会救他自己的百姓，不是从你这边，一定会从其他的地方用其他的方法来拯救他的百姓。在这两个妇女的对话当中，我们看到末底改跟以斯帖两个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。以斯帖的内心有很多的犹豫跟不安定，但是我们看到末底改他内心充满对上帝的信心，他一直相信。以斯帖会成为王后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为了要拯救他百姓的计划。但是现今，以斯帖到底要如何来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？这个就看以斯帖的抉择。可能因着以斯帖的抉择，他会失去了王后的名分，他甚至在王宫里面的享受也没了。那我们呢？当上帝的呼召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又是怎么样呢？呼召需要付上代价，这是一条非十字架的道路，需要牺牲时间、金钱，甚至见识自己的需要。如今的我们跟以斯帖一样，我们是要逃避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还是我们要勇敢的接受呢？上个礼拜是感恩节，我们将迎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所满满的恩典。我们换众行众，我们用现金、献功来回应上帝无限的爱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，不管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老的，不管少的，我们大手牵小手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到台前上面。大家有看周报吗？不管里面是奉献10块钱的、50块钱的、1万块的，上帝都一样纪念，上帝都一样喜欢。我们好像古时的犹太人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一样，这是让人很感动的画面。传道就想到诗篇126篇，诗篇126篇是描写一群犹太人，他们受辱归回他们自己故乡的一段情景。那时候大家说，我们好像在做梦，然后我们嘴巴里面大家都在嬉笑，然后大声的欢喜。讲说耶和华上帝真的为我们行大事啊！过去的这一年，传道要说耶和华真的为我们建成教会行大事啊！我们应该欢喜快乐，不是吗？阿门。好累，这么累。阿门。上帝真的行大事。等一下我讲见证大家都醒来了啊！今天是代降节第一主日。代降节是我们等待耶稣的降临。代降节第一主日就是圣诞节前的4个主日，我们欢喜等待迎接主耶稣的到来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在我还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就在很多的跑马灯、很多的外墙看到这句话。如果会读的，跟我一起读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原本活在世上，就像那一群受辱的犹太人一样，我们无依无靠，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们被世上很多的牵绊，世上很多的痛苦牵绊着我们。
让我们内心其实很不平安。我们看到选举过后，整个台湾非常非常不平安，有这么严重吗？但是我们很多人内心非常非常多的平安，赚钱也不平安，没赚钱更不平安。我们在世间好像在黑暗中看不到未来的道路。上帝爱世人，让耶稣降世在人间。耶稣就是我们期盼的光。当我们每一年迎接他的时候，当我们因着耶稣，我们的过去的黑暗变光明；当我们的罪被得赦免的时候，当我们领受福音开始，我们的生命重生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这一切是这么自然发生在台湾5%人的身上，其实这成就的这背后，最有一段恐怖的事情发生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一降临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就有全城就震动，因为当时的希律王一定要把他除去，全城2岁的婴儿全部被杀掉。为了杀耶稣，全城只要是2岁以内的婴儿，他就派人全部的杀掉。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，在台湾人没办法想象。可是我如果在中东，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恐怖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儿子，在这混乱的时代，他长大，他要顺服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任务，就是要为我们众人钉十字架，流宝血来拯救我们。原来如此，原来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为了我们众人他降世的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我们得到基督徒的身份，是上帝跟耶稣拼命从成人的世界把我们抢救回来。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身份，是上帝牺牲他的儿子，耶稣牺牲他的生命，我们才有永远的盼望。以色列靠着那内心微小、存在信仰的一个盼望，他依靠上帝，他勇敢选择回应他属于他自己的呼召，他不逃避他的责任。经文4章16节，来，我们再读一次。经文4章16节，请你当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3昼3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回力进去见王。我若死就死了。我若死就死。面对前面的危险，赤手空拳的以斯帖，因为末底改信心的鼓励，以及圣灵的感动，帮助他原本内心非常害怕的以斯帖，他开始回想，他一路的走来，能成为王后，真的是上帝的安排。如今的以斯帖，他用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他说了这么一段话：死就让他死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原来如此。原来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现代的以斯帖，我们都是现代的以斯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来回想，当上帝拣选你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第1代、第2代，甚至你是第3代的基督徒，甚至你是坐在这边听讲道，已经听了非常非常久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早就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。虽然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、才干都不一样，让我们走的路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。虽然在大步的旅程当中，我们不了解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，因为在信仰旅程当中，我们跟以斯帖一样，没有患难来的时候，以斯帖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到王宫。我们常常跟以斯帖一样，可能在王宫里面感觉到孤单寂寞，我们也常在日常生活感觉到我们很没有力量，我们看到横在我们眼前的都是问题，工作上面的问题，家庭上面的问题，学业上面的问题，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，也看到我们不够的地方，我们一直嫌我们不够的地方。我们有时要放纵，我们会先顾虑我们肉体的需要，我们世间的骄傲，以及我们眼目上面的情欲。从以斯帖的时代一路走过来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：
如今我们得到基督徒这个身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得到基督徒这个身份，我们是要在这个时代荣耀上帝的名，不是吗？基督徒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连魔鬼也会。传道再讲一次，基督徒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连魔鬼、撒旦他也会。我们得到基督徒的名分是要让上帝来使用，我们是要参与上帝国的计划。上帝的信仰旅程，他不断透过许许多多的事件，兄弟姐妹的陪伴，不管是让我们经过高山或者低谷，让我们欢笑，让我们流眼泪，甚至他赏赐我们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个恩赐跟才干。有的人在音乐上面他特别的会，有人在招待陪伴，甚至上帝也赏赐某一部分的人，他们特别会赚钱。但是当上帝呼召要我们将时间、将我们金钱奉献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以斯帖这样下定决心说：死就死吧？唯有死的勇气，我们才能得到复活的一个生命。这样的信心来回应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，我们有吗？我们看这一年来，教会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像以斯帖一样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这呼召可能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动，或者是呼召是透过弟兄姐妹对你的邀请。但是我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。当我们愿意行动回应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就会在我们建成教会一件接着一件发生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事件的发生凑巧，刚刚好。但是传道的理解，世上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刚刚好。我的理解是，这一切都有上帝在背后在掌权。礼拜后的爱宴是今年关怀复兴的事工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困难重重，因为这是要每个礼拜许许多多人摆上时间长期的抗争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浸会长老他开始邀请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在座弟兄姐妹被他邀请来参与？一年有52个礼拜，每个礼拜六，他们要特别下午拨空来教会，他们要洗菜，他们要切菜，他们要熬汤。传道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其实我们敬拜团也是一样，每个礼拜他们要来服侍。传道感动的是，有将近20位左右，我们大有能力的勇士接受这样的呼召。就是在中间当中，他因为有事情，他不能来，再赖讲一下的时候，马上有人回复说：“我可以来代替他。”这20位大人的勇士，他们就像以斯帖一样，他们用死就死的决心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。传道有跟一位姐妹分享说：“你知道你的切菜成就上帝非常大的计划，你知道吗？”这个姐妹笑笑。传道跟你说，当我们看到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礼拜完之后，孤单的身影就离开教会，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，你心里都非常非常的不舍。我们透过许多人的尾声，我们透过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当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分享，基督的爱就在当中显现，基督的爱就在当中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。外表的伤痕，医生可以医治；我们内心很深层的一些伤痕，医生没办法医治。唯有透过耶稣在我们道成肉身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的爱来环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的那个内心那个伤痕才有办法得医治。透过这个爱，让我们教会的气氛变得不一样。我
我们就会带来让我们很多人很多的平安，这是超过我所想象的。不止爱宴，不止敬拜团，我们看到我们礼拜堂的布置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光远兄，每个礼拜他就坐在这边录影。我们看到很多默默的弟兄姐妹，很多弟兄姐妹生病，他们去探访，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，他们的金钱，他们献祭他们自己的需要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最近尤其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，是特别需要关心的一群。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是为上帝特别赏赐给我们建成教会，特别需要我们关心他们的一群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社青，我们的长辈，他们愿意花时间晚上陪他们来读书，晚上陪他们跳舞。等一下礼拜完之后，在建成国中，我们陪他们打球。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，献上我们的时间，献制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当我们这样回应的话，不管是我们弟兄姐妹，以及我们所有白上奉献的社青们，以及青少年们，我们会看到奇妙的作为就在我们当中来显现。我们经历了上帝奇妙的恩典，我们经历了越服侍越甘甜。最后传道真心的期待，当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职，我们所有会长，所有的团契干部，你若忠心持守你对上帝、你受上帝来的职分，你们成为每个弟兄姐妹的榜样。当所有弟兄姐妹，你们持守成为基督门徒的一个职分，我们读经，我们为彼此互相代祷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委身服侍。请问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建成教会不会复兴吗？我们个人信仰的生命不会被改变吗？原来教会复兴是这么的容易，原来我们要得到丰富的生命也是这么的简单。盼望我们常常有莫尼改对上帝的信心，也有以斯帖对所呼召来的时候，他的下的决心。他说：“死，就让他死吧。”要是这样，我们就会一起写一段建成教会我们跟上帝的一段历史。这段美好的历史会再让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怀念，在这个时间点，他们的阿公、他们的阿嬷，他们留下美好的一个信仰。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。你得主耶稣的面。亲自来。
方向右，可是我们常常不断在循环，我们不断在循环我们的环绕。传道不晓得，如今阻碍你的是你的家庭、工作、感情，还是课业上？你是让你的心常常处于在一个空洞、寂寞里面，让你的心常常处在大海中的船一样，找不到航行的一个方向。这个无止境的担心跟害怕，常常困扰着你。但是传道要你回想，传道让你回想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上帝是有透过弟兄姐妹陪伴你，告诉你，你会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，在安慰你。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今天会亲自安慰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现在的实体，让我们勇敢面对在前面的困难，让我们再一次呼求。主耶稣，求你幸福。求你进入我心，主耶稣。求你进入我心，主耶稣。求你进入我心，主耶稣。主耶稣。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哦。是这你的恩典，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向你。主耶稣，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想想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爱恩典慈爱。心更深亲近你，敞开双手，让我迷失了你同在主你里面，让我从家人的慈爱里倾向你，操纵自己，全心去爱。看见你动态的美好，看见造物所求的命运，感受你不死的爱进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2000多年前感动以斯帖的灵一样加倍感动在座我们每一个人。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当前面很多困难横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地说出：死就让它死吧。唯有经历过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，也让我们以后的子子孙孙回想我们这一代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夸口跟人家说，我们的阿公、我们的阿嬷，他们有美好的信仰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、扶持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